睡。我的心可想永生生，我即时的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忍不住对我说，你的神究竟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求主发出亮光真实，带我到你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我渴慕你，我渴慕你，我仰望你，我仰望你，你是我神，你用笑脸帮助我，你用慈爱怜悯我。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永生神，我即时的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忍不住对我说，你的神究竟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求主发出亮光真实，带我到你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我渴慕你，我渴慕你。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凡有气息的都来到他的殿中来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一起来开口赞美我们的主。我的盼望，我的一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天父上帝。弟兄姐妹，请坐。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永生神，我即时的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忍不住对我说，你的神究竟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求主发出亮光，真实带我到你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
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至高至大的神。主啊，我们在这边仰望主，你在这里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您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也运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你的生命，让我们在未来日子能够跟随主你的脚步，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活在主你的荣光跟恩典里。主啊，求主你的灵在我们身边看顾着我们，使我们一切的行为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
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孩子们就算外面下着雨，我们还是能够平安的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透过牧师的信息，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作为你圣工所用。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我们来消息报告。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练我们的金句。我们一起来练2次。这个国家像匍匐的公狮，像睡着的母狮，没人敢唤醒它。祝福以色列的一定蒙福，诅咒以色列的一定遭殃。民数记24章9节，再一次。这个国家像匍匐的公狮，像睡着的母狮，没人敢唤醒它。祝福以色列的一定蒙福，诅咒以色列的一定遭殃。民数记24章9节。我们来这边报告。我们本主日为纪念228主日，敬请兄姐一起为世界的公义和和平关心来祷告。3月2号，我们将举行第2次的圣礼典。那在2月28号礼拜五下午4点将召开第569次的小会。那请小会员注意要准备参加。那已报名受洗的兄姐，请在228礼拜五5点到教会的501会议室来问道理。2月26号礼拜三，我们8点将举行祷告会。那我们的专题是台湾之爱228世代的民主追寻，讲员是黄慧君姐妹，邀请各位会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正在做社区的医疗咨询，那我们这个医疗咨询每个月都会有1次，那也欢迎各位会友，你们可以将这个消息通知我们身边的亲友，我们有这个咨询可以为大家来服务。3月3号礼拜一，我们松联大学是将要开学，那我们欢迎年满50岁以上的兄姐来报名参加。4月19号礼拜六，8点半到13点，我们将举办嘉南杯桌球的热身赛。那我们报名截止日期是3月30号礼拜日为止。那详细的说明我们会公布在公布栏。那我们这个热身赛获那个优胜的选手，我们将会组队参加8月30号的一个锦标赛。然后这个纯地高洼福音茶会，也是邀请各位参加。这是我们在60周年的一个
这60周年茶会。那希望借由这个茶会呢，让各位弟兄们去更多邀请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认识主，来认识我们教会，参加到我们的当中这样子。那我们的时间是在4月26号礼拜六下午14点到16点，我们会在新堂这边举办。那我们在3月2号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2点，我们会有一个茶会的说明会。那这个说明会呢，希望各个区长、小组长都能够尽量的来参加，这样子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这个茶会我们的流程，该注意的事项，我们大家能够怎么去共同的来回应这个活动这样子。好，我们嘉南暑期短宣队，我们来征求同工，日期是7月21号礼拜一到7月27号礼拜日，地点是在高雄市小港区汉民基督长老教会。欢迎各位兄姐有这个负担的，可以参与到我们这短宣队的同工当中。2025年上半年造就课程，我们 A1 的基要真理跟 A2 的长大成熟，我们在3月8号礼拜六就会开始上课。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周报的第9页。生日助学金我们已经开始接受申请，那填妥申请书并减负成绩单影本，然后请注意是113学年度第1学期的，请把申请书写完之后呢，放在干事室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盒子里面，它会上面写生日助学金收件盒，放在盒子里面即可。那我们截止日期是3月23号礼拜日，那申请书也都是在干事室在那边索取就可以了。我们在3月9号起，每个主日的10点半到11点20分，在703教室由陈世林传道主讲的圣经漫谈，将开始进行。那各位兄姐如果都对圣经想要有更多了解的，欢迎各位参加。那第2季的纸本新眼光呢，请各位如果说想要有纸本的新眼光，跟各位的小组长去报名登记，那一切统一由小组长来收集名单，做数量的统计。我们将进行60周年全教会的退休会，然后日期是在5月17号到18号，6日2天在古坑进行。我们会补助汇集在嘉南教会的会友，请注意，只有汇集在嘉南教会的会友才会补助。那报名费500，那补助款那也是500块钱。好，那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那补助款会出发当天来核发。那我们那个补充报告，请牧师来补充。好，我们有一个影片是这个礼拜4，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举行全人生命教育协会20周年的感恩发表会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观赏这一段3分钟的影片。好，那我们也为生命教育的事工，好，在桃园，好，能够有更多人能够来参与，好，一起来支持啊，好，来为他们来鼓励和带导。那生命教育协会是2005年的2月20号来成立，所以我们在2025年的2月22号来庆祝啊，好，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了市长、局长，还有立委，还有议员，好，那他们都有派代表来参加，好，那有2位议员是现场本人到席啊，可以了吗？好，请。小声一点。我们的生命教育是从国小的生命教育开始，后来进入到国中。那后来进入到校园还有社区，那所以我们在20年当中，好接触了超过1万位的学生呢，在桃园这个地方，那我们也成立2007年成立了志工大队，
那已经也有17年的时间，好，那参与在不同的志工的服务当中。那我们也有在9年前好开始了这个据点，好，那所以这些都是教会很重要的活动还有事工啊。那我们也为生命教育在继续的前面的努力还有发展。好，那我们在今年也有聘请了穆轩成为生命教育协会的总干事啊，继续来为生命教育好一起来发挥和努力啊，也鼓励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志工证、志工手册，好，能够来参加志工训练。那我们也有针对社区开不同的兴趣班，好，不论是鼓舞是桌球、体适能，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社区好能够来到教会，好，透过兴趣，好，能够对社会、对协会、对据点、对教会有更多的认识还有参与。那我们的据点已经满额啊，好，上限50人，好，那每天都是50几个人啊，所以我们每一天1到5比礼拜天好，跟礼拜天一样忙，好，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据点的长辈，好，那他们从早上9点到下午3、4点，好，都在教会进出，好，那也在教会里面有一起的生活，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据点呢，能够继续的拓展。能够在桃园更多的地方，好，那么也安排很多的课程，邀请很多的老师，好，因为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好，所以我们很多长者需要照顾啊，好，那现在有很多人候补，好，希望能够来加入参与，在这个在这个据点的照顾当中，好，我们拍手，谢谢这些生命教育协会的同工，好，那也一起为生命教育的事工一起来努力哦，好，那所以我们这张合照，好，帮我按下一页，简报笔没有在这里。在这个有没有一张照片？有吗？它后面有一张我们的没有，还是这张对。好，我们有一个生命教育协会的这个合照。好，那当天有议员，还有立委，还有这些民意代表的这个民意代表来出席。好，那我们桃园区的副区长好也有来到我们当中啊。好，那他有分享他在教会的经历啊。好，所以帮我们一起为生命教育协会来加油。好，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啊。好，那请那个家属长老来介绍。今天有一个新朋友叫申秀兰姐妹，请问在哪里？请大家鼓掌。好，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啊！希望你在我们教会能够有很多的收获。好，那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然后没有接受到的？我来补充一下，那个敏柔啊，上个礼拜6结婚，好，跟敏柔的先生好玉成，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请他们站起来，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也祝福他们。好，是这个豪文和小林的女儿女婿啊，好，上个礼拜6在高雄，好来完成婚宴，好，那他们2位呢都是我们的保家卫国的这个职业军人啊，好，他们2位都是上尉，好，上尉3条杠啊，好，那所以看到他们要敬礼啊，这个长官好这样子，好，那玉成是住在巴德，好啊，好，他们是从小学就认识啊。好，所以很不容易，很不简单。好，那玉成也还没有洗礼，好，我们也为玉成祷告，好，希望他也能够早日的来接受洗礼啊。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祝福他们。好，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经，《圣经民数记》22章21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第2天早上，巴兰起来，把鞍子套在驴背上。跟摩押的首领们一道去了。上帝不喜欢巴兰跟他们去。巴兰骑着驴，2个仆人伴随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上主的天使站在路中挡住他的去路。驴看见天使拿着剑站在那里，就离开了路，
转到田里去，巴兰打驴，要他回到路上。于是天使站在2个葡萄园之间的窄路上，两边都有石墙。驴看见天使，就挨着墙，把巴兰的脚擦伤了。巴兰又打驴。天使再往前去，站在一个很窄的地方，两边都没有空隙可以通过。这一次，驴看见天使就趴下，巴兰发脾气，用杖打驴。那时，上主使驴说话，他对巴兰说：“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3次打我呢？”巴兰回答：“因为你戏弄我，要是我手里有刀，就宰了你。”驴说：“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吗？我以前没有带过你吗？”巴兰说：“没有。”好，我们请我们陈柏志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他要讲的题目是说话的驴子，说话的驴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经过1个礼拜的看顾保守，我们的生活日子都能够出入平安。今天天气变化寒冷，也下雨，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火热的心，愿意来到你的殿、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求你赐给我们都有健壮的身心灵，特别在流感或是在许多的病毒的当中，也求你保守我们不遭遇疾病，也不遭遇患难，也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献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礼拜是228届满78周年。如果要让你分享228，1分钟来分享，你要怎么分享呢？好，这里有一个示范。什么是228事件呢？就是1945年10月2次世界大战，国民政府接管台湾。1946年，国民政府施政不当，经济急速恶化，社会混乱。1947年的2月，民怨累积到极限，在2月28这个动乱就爆发。隔天，1947年3月，国民政府就派兵来台军事镇压、血腥屠杀，一直到4月，展开长达数个月的清乡扫荡、滥捕滥杀。而过了2年之后，1949年的5月，中国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台湾宣布戒严。然后同年的6月，4万块的旧台币换1元的新台币。同年的12月，国民政府从重庆撤退，全面迁台。所以台湾就开始在这个戒严当中有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228事件对台湾的影响非常的大，特别在很多的本省外省的这个族群当中，在造成很多的对立还有仇恨。但是经过了78年，下礼拜就满78年，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渐渐的找到一个前进的方向。我们发现这个事件228事件已经渐渐的得到修补和医治，而这也是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努力的地方。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滥用权力，就是先知巴兰打了他的驴子一个暴力事件。或许没有很暴力，你看这个故事看完觉得很搞笑，驴子居然还可以开口来教训先知本来是先知要去教训人的，但是巴兰这个人物是谁呢？今天要透过这段圣经的记载，到底他是一个先知，可是呢，怎么到了约书亚记之后呢？巴兰被提起变成是一个术士，行邪术的人。到底一个上帝的先知，如何他的角色从先知变成一个术士我要邀请大家来思想一句话：不怕你跟神关系不好，只怕你跟神关系太好。请你跟旁边人说：不怕你跟神关系不好，
只怕你跟神关系太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跟神关系不好，好，所以啊，为孩子、为丈夫、好，为父母、弟兄姐妹，好，赶快要来多来教会。好，但有时候呢，好，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啊，哇，他很认真聚会啊，很认真传福音啊，自以为跟神关系太好，也有他的危险性。好像我们上礼拜讲到摩西的例子，上帝要他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却对上帝的子民说：“你们这些叛徒，我们应该要叫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所以摩西不听上帝的话，没有照上帝的方式，没有吩咐磐石出水，而是用亚伦的杖击打了磐石2下。就因为发怒生气打了石头这2下，摩西当场就被上帝宣布他不能进入迦南地。好，他必须就要他只能就是要死在旷野。好，所以在那一年当中，摩西亚伦的姐姐米利暗死了，那一年亚伦也死了，那一年摩西也死了。好，所以这个事件呢，好，非同小可。我们跟神有时候关系很好，摩西好，从80岁被上帝呼召，到他120岁，这39年、40年当中，尽心竭力的服侍。好，但是在最后一刻，好，最后几个月好的当中，好，因为他自认为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们该叫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呢，以至于呢，好，他被上帝管教，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但是上帝还是让他好，在写生命记的那一天，带他到山上好，眺望迦南地。好，这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但是你没有办法进去啊。在澳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叫做 Hillsong， 有没有听过？好，这个 Hillsong 这个教会呢，好，他们有很强的敬拜团，写了很多的歌啊，好，传到世界各地的教会。他们是1983年在澳洲雪梨好创立的，叫做新颂教会啊。好，这教会的会友呢，好，平均每个礼拜聚会多少人？不是1500，也不是15000，是15万人啊！跟我们这个灯会啊，每天在办灯会，每个礼拜在办灯会一样，哇，一天就有15万人。好，他们是好几场的礼拜，而且他们的事工呢，到欧洲、到亚洲、到北美、到南美，好，几乎到世界各地。好，他们的诗歌以前是 CD， 好，现在是 YouTube。好，你随便找一首歌，好，点阅啊。YouTube 的歌都是5亿、6亿这样子的播放次数，所以是非常的有影响力。而创设这间教会呢，好，一对夫妻，好，他们非常忠心，从无开始，好，从0开始成长，好，到现在的规模。但是呢，几年前，好，3年前，这个教会呢，好，发了一个公告，好，他们解职解聘他们的牧师，然后大概陈述了一下理由，好，就是这个他们的牧师呢，好，在几年前，好，在个人的行为上，好，有一些的瑕疵问题，经过教会的劝诫，好，过了几年之后又犯了，好，所以教会慎重的考虑决定，好，终于在3年前，好，把这位牧师请辞啊，把这位牧师请辞。这教会呢做了很困难的决定，好，但是好，为了让上帝的公义好能够彰显，好，所以他们不得不让他们的牧师好，这个很辛苦的牧师来请辞。其实也是在那个教会将要40年的时候，好，但是这个牧师呢，好，几乎好，在这个快要40年的时候，好，却没有办法进城，好，然后他服侍的进城啊，好。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惜，让我们看到摩西好的例子，好，他也服侍以色列人40年，好，但是在最后的第40年、39年，好，他因为犯错，好，因为发怒，自认为跟神的关系太好，以至于他轻忽了一些事情，让一些试探、一些罪、一些引诱成为他的破口。而基督教论坛报也针对这个事件，好，给我们几个提醒：当牧者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做的5件事情。我们一条一条来念。好，第一条，1，请记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对罪终身免疫。不管他是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或是他是摩西，都有可能因为个人的情绪发怒，犯罪啊，生气不可犯罪。摩西生气又犯罪，以至于陷入到罪的试探当中。第2，单单相信耶稣，不要只有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人，建立在牧者啊。摩西犯罪，我不想进去迦南地，好，或是这个牧师好被请离开了，我不想要再来教会了，或是看到这个长老好，或是看到这个小组长同工好跌倒了，好，所以呢，对神就失去信心。人纵然失信，但是上帝永不失信。第3，一起来读。
关怀事件当事人的家属。我们要特别对这些在事件当中的家属，他们可能有更大的打击，要来关心他们。第四，上帝会在破碎中做出美好的新事，即便看起来眼前混乱不堪，但是上帝是从一片的混沌当中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有创造的大能，所以即便可能鸡犬不宁，即便可能遇到这个鸡飞狗跳，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上帝能够创造出美好的新事。最后，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只有用放大镜看别人，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发现自己眼中有什么梁木。梁木就是上面这个梁啊，你的梁都已经塞到眼睛里面去了，可是一直要去挖别人眼中的刺啊。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这样提醒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罪，每个人都可能有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但是属灵的人就应该怎么样？用什么心？温柔的心，然后把他怎么样？钉十字架，挽回过来。我们应该要耐心的劝他回到上帝的家中。红色字我们再读一次：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引诱的世界，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巴兰跟驴子这段民数记旧约圣经当中非常特别的记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巴兰的功课，巴兰的教训。关于巴兰的故事呢，非常的长，从民数记23、24、25这个连续写了4章。后来呢，又到31章，后来还到约书亚记，后来到生命记，还到新约，好几次提到巴兰的事情。而巴兰在圣经当中已经被定位，巴兰是一个假先知，他不是真正的先知。但是我们可能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会发现，巴兰他是一个很棒的先知啊。因为故事的背景是这样，那时候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他们要来到约旦河，要过约旦河，而摩西呢就派人去跟最南边的以东王说：“以东王啊，我们这群百姓要跟你借路，借我们走这条路，而且我们也保证，我们过这条路的时候呢，绝对不会造成破坏，甚至连你们井里面的水我们都不会取来用，你就让我们过。”以东王呢说不要，他不仅不借，还甚至怎样？派兵出来打他们，就派兵出来打他们。结果呢，摩西被迫要出来抵抗，结果谁打赢了？以色列人打赢了。以色列人没有准备就打赢了。所以隔壁上面那个国家是什么？摩押王。摩押王的名字叫做巴勒，台语怎么说？拔蜡不是那个勒，是那个悬崖勒马的勒，所以台叫做巴勒，巴勒。但是呢，这个巴勒一听到哇，以东被打败了，这一群人太可怕了，所以他的国家比人家以东还小，他们打不赢啊，而且他们也要过啊，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听说呢，在遥远的北边，必夺的地方呢，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这个巴兰呢，他听说你只要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只要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哇，太神了，太有神力了。所以呢，他重金礼聘，请人去请巴兰来到摩押，来为我们咒诅这一批准备要通过我们的土地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哦。而巴兰怎么说呢？巴兰当这一批使者来到巴兰那边。那一夜，上帝就临到巴兰那里，问巴兰说：“跟你在一起的这些人是谁呢？”先知巴兰回答神说：“摩押王巴勒派他们来告诉我，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一族人布满各地，巴勒王要我为他来咒诅这些人，好使巴勒王能够打败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上帝对巴兰怎么说呢？红色字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跟这些人去。”也不可诅咒以色列人，因为我赐福给他们。上帝的话很清楚，
上帝是这些人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百姓，上帝是要祝福他们啊。而上帝透过先知巴兰说，没有人能够诅咒他们，因为上帝已经定义要赐福给他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好，上帝就祝福要他们的世世代代。所以上帝的话很清楚，所以第二天呢，巴兰也很乖很听话，说你们回去。上帝不准我跟你们去，所以他们就回去见他们的老板巴勒，说巴兰不跟我们一起来，因为上帝不让他来。可是呢，摩押王有没有放弃？没有放弃。这一次呢，他派更多的人，说不要有任何的顾忌，我要厚厚的酬谢你。你看，我把这么多的礼物都带到你面前来，你无论说什么，我都可以配合，就是来为我诅咒这些人吧。巴兰怎么说呢？我们再把红色的再念。即使巴勒把他王宫里所有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在任何大小事上违背上主我上帝的命令。说的好不好？说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再念一次。好，请。即使巴勒把他王宫里所有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在任何大小事上违背上主我上帝的命令。好，说的铿锵有力。哇，真的巴兰真是太了不起了。好，他能够拒绝金钱的诱惑，人家送他房子，人家送他土地，送他金银财宝，哇，他通通说不行。好，上帝说不行。可是呢，他前面讲这样，后面还有一节没有讲完。巴兰说什么呢？可是。所以前面你说完之后没有句号，再加上一个可是就有问题。可是，请你们留在这里过夜。为什么留在这边过夜？让我再多看一晚吧。这些金银财宝，哇，这一些的宝物，让我再看一看。像先前的那一批人，而呢，我也可以知道上主是不是有别的话要告诉我。搞不好上帝会改变心意，上帝也觉得这些礼物不错，好，所以你们就留下来吧。结果呢，隔天上帝没有对他说话。20节当夜，对不起，20节上帝就临到巴兰，对他说：“如果这些人是来求你跟他们去，你就准备跟他们去吧，但是要照着我的话做。”所以你是巴兰，你要不要去？为什么要去？上帝说：“好，如果他们求你，就跟他们去吧。好，你去之后就怎样？有外快可以赚了。好，你去之后，搞不好可以发一笔财，而且上帝也说可以去。”可是呢，要知道去的目的是什么？去诅咒好上帝的子民，诅咒以色列人。可是呢，巴兰还是存着试试看的心。第二天早上起来，把鞍子套在他的驴子，好就唱了这首歌。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好，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好准备要去诅咒以色列人。他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所以呢，在去的路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从田里到葡萄园到窄路，3次，这只驴呢，拒绝再往前走，而巴兰也很生气哦，3次就击打这只驴子，到第3次的时候，驴子直接趴下来，不走了，甚至呢，巴兰就打他的时候，驴子还开口回头跟他对话。好，说你为什么打我？他说你为什么玩我？好，为什么不走？好，我气死了，打下去。然后这个驴子还问他说：“我不是你从小骑到大的吗？我有这样对你吗？”巴兰想一想说：“没有。”好，结果呢，那时候才讲完没有，发现巴兰的眼睛开了，看到前面有一个神的使者，手里拿着一把刀，站在路上，准备要砍谁？为什么要砍巴兰？对，因为他要去诅咒以色列上帝的百姓，上帝拒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儿女，请举手。好，感谢主。你是神的百姓，请举手。好，阿们，感谢主。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有人要害我们，有人要诅咒我们，上帝会派使者怎样？在路上砍他。好，所以跟你旁边说，有人要害你的时候，神会派使者在路上砍他。有人要害你的时候，神会在派使者在路上怎么样砍他？好，但是上帝没有砍了巴兰，这个神的使者跟巴兰讲话，巴兰也很识相，当下就说：“那我现在回去。”可是使者说：“好，你可以去，但是你要遵照上帝的话，遵照上帝的话。”所以你是巴兰已经被提醒2次了，好，才是巴兰去了。可是没有想到巴兰这次去呢就没有回来了，为什么？
死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死在那个地方呢？后面的故事好，就继续很长的继续看下去。当巴兰通过了那个使者，好，来到了摩押地，好，绿色这边，摩押王巴勒呢，好，就带他看，哇，这个是巴勒的国家，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们现在在那边走，好，人太多了，没有办法全部看完，所以呢，你看到后面这一批人，好，现在呢，请你摆好你的阵仗，献足7个坛，好，然后献公牛，献公羊。你就开始来诅咒他们吧。好，巴兰通通都照做。可是呢，当他开口要诅咒的时候，巴兰开始嘴巴怎样讲出祝福的话，好，噼里啪啦，好，就祝福以色列。这个巴勒王呢，好，听得一头雾水。好，你怎么变成在祝福他们呢？可能这个风水不好。来，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再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说现在你又看到更多的人，就是这一批人跨情臭。好，现在呢一样，好，再摆这些的坛，再摆这些的生物，再摆这些牛和羊，开始吧，你就疯狂的诅咒他们吧。就巴兰一开口怎么样？又祝福，又祝福他们，而且还骂他们的仇敌，就是这些想要陷害以色列人。这个摩押王呢，巴勒呢，哇，更生气，说不行不行，你这样不行，我们这么辛苦的，绝对不可以祝福他们。再换一个地方，换到第3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巴兰一开口，还第2次就变成唱歌，第3次呢唱更长的歌，这个是在颂赞神，而且在祝福他们。哇！所以这个巴勒呢，真的是快要高血压发作，快要晕倒了。所以呢，好，在这个巴兰第3次的祝福当中，好，他最后的祝福诗歌，这是用唱的。他这样子唱：这个国家像匍匐的公狮，像睡着的母狮，没有人敢唤醒他。好，红色我们一起来读：祝福以色列的一定蒙福。诅咒以色列的一定遭殃。好，这是一首用唱的歌。好，这个巴勒呢，好，巴兰呢，好，唱完之后，巴勒怎样？好，快要七窍生烟。好，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祝福他们呢？所以巴勒气愤愤的握紧拳头，准备怎样？好，就是要好像就是哇，他快要爆炸，要给巴兰巴瑞去啊。对巴兰说：“我召你来诅咒我的仇敌，你却3次祝福他们。巴兰，你回去吧，我答应要酬谢你的，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好，你现在1块钱都没有，而且你的油钱怎么样？自己付。好，回去。好，你这个我好就是不让他做。巴兰怎么说呢？巴兰，我已经对你派来的人说过，黄色的门再读一次。”即使你把王宫里所有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思而违背上主的命令。我只能说上主要我说的话。所以表示这3次的祝福，包括唱出来的诗歌，根本不是按照巴兰的心里面的想法。他也不开口就算，一开口，本来他已经想好要怎么样诅咒这些以色列人，好，诅咒他们绝子绝孙啊，出门给我掐弄丢啊，然后红灯右转就被警察开罚单啊，然后家里的厨房失火啊，本来已经想好马桶漏水啊，天花板啊破洞，哇，一连串的噼里啪啦。可是呢，当他准备摆好阵仗要开始诅咒的时候，通通变成祝福，还变成诗歌。所以旁边的巴勒呢，真的是快要气到爆炸，好，气到不行。但是巴兰最后也承认说，没有办法，因为呢，就算你现在给我这一些的，我也很想要。但是你就算把你所有的王宫都给我，摩押所有的财富都给我，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意思，违背上帝的命令，只能够说上帝要我说的话。所以当巴兰呢，好，讲完这些话之后呢，民数记好后面就说，后来巴勒就打发巴兰也回去，巴勒也回去了，2个巴都回去。可是呢，这个故事好像到这里就结束。可是呢，在新约圣经当中，3次提到巴兰这个先知，而且3次提到呢，都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所以让我们看到巴兰呢，其实是一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教训和人物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2章第15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经节。他们离弃了正路，走入歧途，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工钱的人，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
而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的声音阻止了先知的狂妄。意思说，巴兰更小登熊气啊，好，他的上帝已经在他老家就跟他说了，好，不能够去诅咒他们，上帝已经定要赐福。结果第二次又派人来的时候，他还在跟上帝再试试看。上帝说：“好，不行，好，但是呢，上帝说好，你去，好，但是只能够按照上帝的意思来做，不能够诅咒，只能够祝福。”就在路上，巴兰心里面都在想，怎么样去诅咒，怎么在诅咒。到上帝的使者都出来，好，拿刀要砍他，他的驴子都开口都来骂他。好，巴兰心呢还是这个怎么财迷心窍。心里面想要摩押的礼物，心里面想要得到这一份的外快，所以呢，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就是要得到这个钱。所以新约圣经说，巴兰就是那什么贪爱不义的工钱的人，君子爱财，然后呢，取之有道。好，所以你要按照正当的方式劳力，赚你所应该得的。但是呢，你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呢，去想要快速的发财、迅速的致富，想要有大笔的财富，但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公义正义，好，这就是巴兰的路。所以上帝都叫驴子出来说话，好，来警告这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巴兰。即便巴兰在圣经当中留下了很多话，即便巴勒把他所有的整个国家的金银财宝给我，我也不能违背上帝的话。可是巴兰的心中呢，已经被钱财所捆绑。另外一个新约圣经讲到的是巴兰的错谬，是在犹大书的第10节和1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那些没有理性的牲畜一样，只做本性所知道的事，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该隐的道路，又为财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好，这里好是讲犹大书讲到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教训，而他们犯的错像该隐、像巴兰、像可拉一样。他们都是违背上帝的诫命，而且透过他们的恩赐或是影响力，为了财力往巴兰的错谬直奔。什么是巴兰的错谬呢？就是一心想要去诅咒神的子民，像是失去了理智理性。神已经1次2次，甚至还叫使者拿刀在路上，还叫自己的驴子开口来训他。可是他还是想要一心的想要得到这笔钱财，满脑子就想要得到这一块的土地，想要得到这个的外快，满脑子就是被钱冲昏了头，以至于呢，神他在路上呢就击打驴子，所谓的更小登熊气啊，就是狠狠的修理驴子。所以但是呢，虽然神的使者对他开口说话，可是巴兰没有听进去教训，最后呢，真的为了钱财，连自己的命都没有，这条路他回不去，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啊。刚才讲到我们的228事变，当政府开始听到人民有动乱，人民开始有抗议的声音，政府应该怎么做？沟通，对，应该怎样？倾听，应该是派代表。当时的确也是。好，这个国民政府呢派了一些代表来，好进来沟通，就派完代表之后呢，好统统把他们抓起来，好枪毙了。结果呢，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好，所以一连串的好这些镇压呢，好人民更大的不满，他就派更多的军队来镇压，又派更多开始好全台湾串联，好透过广播电台，好在台中、在嘉义，好在花莲，都有很多人出来抗议。可是呢，政府呢更小登手轻，好1次、2次、3次，好打到人民遍体鳞伤，好最后真的是2败俱伤，好让一个原来可以很快、很容易沟通的事情，好可是呢变成没有缓转的余地啊。新约圣经第3次提到巴兰，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做什么录？启示录。启示录的第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过有些事我要责备你们当中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引诱巴勒，教唆以色列人犯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
又犯淫乱的行为。启示录的作者是谁？约翰。约翰有读圣经，他有把民数记的故事看得非常的仔细和清楚。圣经说巴兰巴勒都回去了，可是巴兰没有善罢甘休，他还是继续想要办法，我一定要赚到这笔钱。这些金山银山都已经送到我家来了，我怎么可以白白的失去它呢？我一定要把这些金山银山要带回家，我一定要扛回去。所以巴兰其实没有回去。巴兰做什么呢？他引诱巴勒，又教唆以色列人犯罪，让以色列人去吃祭偶像的食物，又让以色列人犯淫乱的行为。这个事情记载在哪里？这个事情就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巴兰回去之后，以色列人开始在什亭，百姓跟摩押女子淫乱，因为女子叫百姓一起来献祭给他们的摩押的神明，百姓就吃祭神明的偶像的食物，而且还这些女子的行淫，甚至还把这些外邦的女子带到他们的帐篷里面，所以以至于这个菲尼哈他就来杀死了这一对的男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今天灵修笔记你会读到这个创世纪25章菲尼哈之约。如果我们还没有读的，回去可以读这一段。但是呢，这是巴兰在背后冲康啊，巴兰在背后设计陷害以色列人的计谋，没有被揭露出来。可是呢，事情真的发生了。巴兰看他3次诅咒不成，结果3次诅咒变成4次的祝福。因为刚才3次的诅咒还变成3次的祝福。最后呢，巴勒很生气，握紧拳头要骂巴兰的时候呢，就巴兰又唱了第4次的歌。所以3次的诅咒，4次的祝福，永远多一次。上帝的子民呢，祝福比诅咒还多。跟你旁边说，上帝的子民祝福比诅咒还多。祝福比诅咒还多。所以你的邻居你的仇敌你的同事，或是你的竞争对手可能看你不顺眼，或是因为看你是基督徒，看你是神的儿女，想尽办法要害你。但是你要记得，祝福比诅咒还多。所以巴勒要巴兰3次诅咒，他就不干了。可是巴兰还多1次的祝福，4次的祝福。可是呢，这些人巴勒后来想到一个就是透过这个美人计，派一些漂亮的女孩子到他们当中去引用这些的少年的男性，然后让他们开始呢上钩，然后呢开始去膜拜他们神明，就跟着他们一起昏迷，去拜其他神。所以到了31章。这些的妇女，连米甸人，不是只有摩押的女子，连更南边的米甸，对不起，米甸人呢，他们也来引诱神的百姓，是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上帝就降下瘟疫。那一场瘟疫死了24000人，24000人。所以巴兰的计谋有没有成功？有3次的诅咒没有成功，可是他在背后冲康，让以色列一场瘟疫就死去了2万多人。所以你觉得巴兰有没有拿到那一笔钱？搞不好他去跟摩押回报，你看吧，现在他们诅咒成功了，他们死了这么多人，连上帝都生气了，上帝都在杀他们自己的人了。所以来。巴勒，钱拿来，他带着他的金山银山回去。可是这个事件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并没有办法回去，因为上帝管教自己的子民之后呢，就是为他的子民来伸冤。很快的，上帝就来刑罚摩押，而且呢，杀了摩押的5个王，甚至当约书亚去杀他们的时候呢，连巴勒都一起都杀了，不是巴勒，连巴兰也一起都杀了。所以，即便巴兰他拿到很多钱，拿到很多的支票，拿到很多的这个股票，可是呢，人若赚得全世界，却怎么样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的？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巴兰最后就死在迦南地。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巴兰的道路就是不顾神的旨意，一心追逐金钱。巴兰的错谬，以为可以试探神、左右神。
巴兰的教训又使以色列人犯罪，从内部破坏他们。好，这3个标题我们来读一次：巴兰的道路，不顾神的旨意，一心追逐金钱；巴兰的错谬，以为可以试探神、左右神；巴兰的教训，又使以色列人犯罪，从内部破坏他们。巴兰的英文名字叫做 Balaam， 好，然后呢 ，blame， 好 ，blame 是责备、责骂的意思。这个巴兰呢，去责骂好的一个游戏，好，这个是这个英文当中好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啊。这个人呢，好巴兰好去责备，最后变成是一场游戏，而且这游戏是一个非常阴险的游戏啊！不要怕仇敌陷害你，要怕的是什么？怕你去陷害神的百姓。好，我们一起说一次：不怕仇敌陷害你，只怕你陷害神的百姓。这句话，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怕人家来害我们，所以人家对我们凶，我们干脆就退缩；人家对我们怎样，我们就躲起来，我们就泪水往里面肚子里面吞，就鼻子摸了就算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对神的百姓呢，对自己的弟兄姐妹呢，对自己的家人呢，很会计较，甚至想尽办法要让他不要再来教会，希望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从巴兰的故事当中，让我们发现上帝保护他的子民。有人要去诅咒神的子民，但是上帝要加倍的祝福他们。3次的诅咒变成4次的祝福，而且还用说的不够，还用唱的，还要写下来。所以神怎么样保护他的百姓呢？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我们一起说一次：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在旧约圣经其他的书卷当中也提到巴兰。旧约的尼希米记第13章第2节，尼希米记载，在那时候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天有人宣读摩西法律书给民众听，他们读到一段说，绝对不准亚门人和摩押人加入属上帝的会众，因为以色列人在逃出埃及的路上，亚门人、摩押人不但没有给以色列人食物和水，而且还雇了巴兰来诅咒他们。可是我们的上帝怎么样？使诅咒变为祝福。红色字我们再说一次：使诅咒变为祝福。有人花钱要来诅咒神的百姓，可是上帝让那个诅咒变为祝福。所以以色列人民他们听到摩西的这段话，就跟他们社团当中所有的外族人就隔离。这是在尼希米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读了圣经，原来有这样的历史。他们就赶快被掳归回之后，跟这些外族人保持界限，不要陷入到巴兰的这个仇敌当中。第2个旧约圣经呢，也提到神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是在约书亚记24章9节10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后来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攻打你们，派人去召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要他诅咒你们，但我不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反倒祝福了你们，这样我救你们脱离了巴勒的手。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巴兰真的是一直想要去诅咒以色列人，可是上帝不听，上帝就用这个想要诅咒人的口去祝福他的百姓。所以当有人要害你，当有人对你说凶狠的话，当有人想要冲康你的时候，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上帝会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阿们。当有人3次要诅咒你的时候，上帝会4次的祝福你；当有人想要3次的陷害你的时候，上帝一定会4次的来拯救你。永远多一次，就是终必得胜。不管人仇敌怎么样害你，但是我们的神终必得胜。跟你旁边说，我们的神终必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的神终必帮助我们得胜，永远会多一次。所以上帝拯救我们，彻底的拯救，
而第三个在旧约当中也记载了巴兰，就是在申命记。申命记，摩西离开世界上的最后一天写下了申命记。申命记这一卷书是一天里面说完的话，而这一天当中，说到第23章，又提到了刚才有提过的尼希米记有的亚扪人、摩押人不能进上主的会，他们的子孙到第10代都不能，可是第11代可以。不能加入上主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给你们旅程上所需要的粮食和水，而且从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的比夺城，就是毕夺雇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后面我们一起来读。但是上主你们的上帝不听巴兰的话，反而把诅咒转为祝福，因为他爱你们。你们有生之日不可为他们寻求平安和繁荣，就是不可以为仇敌站在仇敌那一边。为什么上帝要让诅咒变成祝福？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难，遭遇什么样的逼迫，遭遇什么样的仇敌的攻击或是陷害，但是永远不要让神的爱离开我们的心中，因为神他会使诅咒变为什么？祝福。我们的神会救我们怎样？脱离仇敌的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怎样？他爱我，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害怕仇敌的陷害，要怕你是不是跟神走在同一条路上，或是你走在巴兰的路上，想要去陷害神的百姓，想要去陷害神的儿女呢？先知巴兰有一只驴子，先知巴兰他能够跟神对话，神直接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跟他说话，神直接在他的梦里面清楚的告诉他指示，他嘴巴也这么样的说。可是呢，先知巴兰也见钱眼开，陷入到试探当中，不可自拔，一心就是想要得到这笔财富，一心就是想要发大财。先知也需要驴子的提醒。请问你有没有驴子？没有了啊！我们现在驴子是以前的交通工具，好，但是驴子呢，也像是我们的这个所谓，我们把它看成是畜生，把它看成是工具，好，但是它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陪伴我们。今天我们的驴子是谁呢？好，可能是你觉得它没有很重要，但是你又觉得它需要它的帮助。今天你的驴子是谁呢？可能是你骑在他的身上，甚至你会对他冷暴力、热暴力、各种暴力，好不开心就怎样把他吊起来打，好不开心就拿棍子来鞭打他。今天你的驴子呢？好，可能是那个你不把它放在眼里，但是某一天他突然回过头来，好对你说话。当他趴下来，其实他还怎么样？救了你一命。因为你在继续一路往前，为了金银财宝往前，你的头就剁在地上了。巴兰多活了几个月，可是呢，最后还是死在迦南地，因为他没有把驴子的话听进去，还是一心为了金银财宝。228事变，好，让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和学习。好，这张照片呢，好，勿忘228是在告诉谁？告诉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好里面好的那个伟人的铜像，好，他跟这个228事变，虽然蒋介石那时候人在中国大陆，可是呢，所有的后来所找到的历史资料，好，下令派兵的，好，下令镇压的，好，下令好的这个呢，都是谁签字的？好，就是坐在中正纪念堂的这位民族的英雄，好，世界的伟人，好，他所签字的，好，都有这样的真相，好，被一一的挖掘出来。228不是要把这些当事者好，把他再从坟墓里面好，把他拉出来鞭尸啊、泼漆啊，这样做有怎么样呢？泄恨又怎么样呢？泄愤又怎么样呢？我们要勿忘228，是要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台湾不要再有第二个228，台湾不要再有这样子的暴力，台湾不要再有这样子的抗议，还有这样子的失去理性的行为。好，去年一整年，好，我们经历了青鸟，好，立法院在抗议，好，今年会怎么样发生？好，今年2月还没有开始，好，但是我们不晓得今年台湾会不会又上街头，会不会开始又有暴力事件？会不会这暴力事件又演变成是社会事件？好，变成是动乱事件？好像韩国，好是1月还是
上个月突然总统就无缘无故就发布什么戒严，韩国比我们本来还要这个进步前面的国家，结果他居然狠狠的走回头路，就6小时戒严就结束。现在这个总统也被抓去了，被审问。我们要汲取教训，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的民主社会、和平的生活是得来不易。盼望从巴兰先知的教训，我们不要只有活为了世上的金钱而活，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公义、神的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要先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追求的是上帝的旨意能够来成就。在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的分享，我们也可以来思想或是分享，你有没有曾经被欺负的经验、被霸凌的经验？你有没有曾经被人家陷害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有没有得到排解？这个事情你如何得到平安？可以来分享这样的见证。如果还没有得到排解，还没有得到平安，也要邀请大家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而为什么上帝的儿女会无缘无故受到迫害？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第8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怎样？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他们在天国的赏赐比先知的巴兰还大。巴兰只想要地上的赏赐，可是没有看到天上的赏赐。他的眼睛都被地上金银财宝遮住。”但是他本来是一个可以跟神沟通对话的人，他没有看到上帝在天上要给他那永恒的产业，以至于巴兰变成圣经当中一个最负面的例子，一个最成功的，可能说我们今天来说，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一个成功的先知，可是最后在圣经提到这个人，旧约3次提到他，新约3次提到他，通通都是一个负面的借鉴，值得我们来学习。还有上帝也让驴子开口。谁是我们身边的驴子？我们希望我们身边都能够有驴子。牧师也希望成为大家的驴子。可能牧师要说一些大家不喜欢说的话。这个灵修笔记有没有写啊？有没有读经文、挑经句？有没有写感受？有没有今日事今日毕？你会听到很烦，牧师给我一根棍子，我给你拱了去，你不要再说了。但是呢，有时候必须要让我们有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停止错了方向，回到正确的路上。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驴子，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跟你旁边说，我们成为彼此的驴子，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成为彼此的驴子，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一定需要一个像 Hillsong 这么大型的教会，不一定需要一个像 Hillsong 这么有恩赐恩膏的牧师，世界知名的牧师。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驴子，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带我们能够好好来读神的话。我们也一起为这3件事情来祷告。再来，这个礼拜是228事件78年，这个礼拜也是乌俄战争的3周年。这个世界上的公义和平看起来造成咒诅，但是神能够让咒诅变为祝福。所以我们祷告228事件到了80年，在2年之后，我们在现在的228跟以前228已经很不一样。现在228都在做什么？露营、连续假日、看电影。228都去逛百货公司。228都是订餐厅。然后大家都开始出去玩。228连假，有的还会用228出国。为什么能够享受228？你已经让上帝让这个咒诅变成祝福。但是我们勿忘228，不要忘记228的历史。也不要让这个社会忘记了历史，就又走回头路。又想要有一些人集权，这个掌权，又想要有一些人用这个高压的方式，然后让那些人你的意见我不想听，就把你抓出去枪毙了，就把你拖出去砍了，又走回头路。不要再让228的这个诅咒回到台湾。我们也要为神的儿女、遭受逼迫的儿女来祷告。我牧师知道在我们当中，或是很多弟兄姐妹有请的代祷，说请为他祷告，他的公司怎么样，他的邻居怎么样，他的学校怎么样，或是他的社区怎么样。你只要确信你是遵照神的话，当神的儿女遭受逼迫，神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阿们。而最后我们需要一只驴子，
不断的提醒我们，神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要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好，不要走错了路，不要贪爱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好，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要走在神所喜欢的道路上面。即便这条道路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这条路是蒙福的路。迦南教会今年60周年，60周年一路来非常的不容易。在教会当中能够这样子走到这里，好，没有像巴兰的错谬，没有走到巴兰的路，没有走到巴兰的教训当中，好，真的是有上帝的保守。我们要继续的祷告，我们在教会是能够忠心到最后一天，到见主面，我们能够忠心服侍，直到主耶稣再来。而不要觉得说，我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已经有很多的奉献了，我已经有很多的事工了，我已经在教会做很多了，我已经怎么样，我可以退休了，好，没代志啊！不要让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是耶稣还没有来，都是我们可以服侍神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敬拜团来到台上，牧师要邀请你来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现在活在逼迫当中，如果你现在活在被责备当中，或是你的生命当中有走不出来的阴影，被人辱骂，被人羞辱，被人攻击，被人鞭打，被人讨厌，被人怀疑，被人排斥，求圣灵此时与你同在，让你听见驴子开口的声音。神爱你，你是神的百姓，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子民。神要救你脱离仇敌的手，神要让一切的诅咒对你的咒骂要变成祝福。仇敌3次的诅咒你，神要4次的祝福你；仇敌7次的追赶你，神要70个7次的祝福你。仇敌用更大的力气来伤害你，但是你要坚定在神的话语当中，不要凭着自己，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凭着血气发怒，不要犯了摩西的错误，更不要犯了巴兰的错误。不要为自己伸冤，让主来为你伸冤，让圣灵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来动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神要使你能够担起一天的难处，让神每一天的话语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来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来祷告。感谢上帝，让228事件将届满78年。在228事件从2000年转型到现在，看见这24年来的转型，让社会能够恢复平静，不再有族群的对立，不再有族群的紧张的关系，而是能够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倾听。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需要和谐，需要祝福。我们需要从228当中来得到教训，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人和睦。最后也要邀请我们来为神的百姓来祝福。当你对神的儿女、对神的百姓、对神的子民有不满，或是想要控告控诉，但是千万不要咒诅，不要咒诅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不要走错巴兰的路，不要对上帝的教会或是上帝的子民去做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因为祝福神儿女的，必要加倍蒙福；咒诅神儿女的，必要把那咒诅必要回到他自己的身上。求主让我们更爱我们，更爱彼此，也更爱神的教会。让我们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牧长，都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祝福我们的小组长、同工们，都能够成为神所祝福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愿上帝垂听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篇的诗歌来敬拜神。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即便患难再多，困难再大，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
的心可享永生神。我及时的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昼夜以眼泪为仇敌对你说饮食，忍不住对你的神究竟在哪里？你的神究竟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白昼耶和华必向我使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是荣，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求主发出，求主发出亮光真实，带我到你居所。我要来到神的祭坛，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的神那里。我的心，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举起我们的手，宣告白昼，白昼耶和华必向我使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谢谢天父，借着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重价所赎回的。当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的那一刻，我们永远是神你的儿女，永远是你的子民。当我们加入教会，成为教会信徒的那一刻，我们都是属神的百姓，是君尊的祭司，是神神圣国度的子民。越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再次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不要害怕仇敌的攻击。真正要害怕的是我们走错了路，我们走上了巴兰的路，贪爱世界，为了世界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信仰，为了世界上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出卖爱我们的神。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怕的事情。那个杀身体的不要怕他，唯有那要将我们的灵魂丢在阴间的，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惧怕的。奉主的名祝福所有神的儿女，神要让诅咒变为祝福，敌人3次的诅咒，神要给你4次的祝福。敌人的追赶，神要让敌人从1条路来攻击你，从7条路来逃回去。神要与你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众人同在，使你们
能够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祝福，使你们能够经历神的拯救，能够经历神的爱，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阿门们。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神。他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我们互相请安，并且协助我们将椅子归位，谢谢各位。